大家好。當我哋共同經歷外界嘅動盪同埋傷痛嘅時候，內心可能會覺得震撼、悲傷同埋無所適從。呢個冥想嘅目的係希望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安全嘅心靈空間，等我哋有機會溫柔咁接觸呢一份內在複雜嘅感受，並且喺呼吸之中揾到一份穩定。無論你係受咗直接影響，亦還是係為咗呢啲事情感到憂慮，我都邀請你喺呢個時刻完全接納自己嘅狀態，畀自己一份溫柔嘅關懷。而家請揾一個安靜，唔會被打擾嘅地方，舒服咁坐低或者瞓低，等我哋開始呢段自我陪伴嘅旅程。而家請你輕輕咁合埋雙眼，等我哋一齊將注意力由外面世界嘅消息同埋畫面之中慢慢收返嚟，收返嚟呢個房間，收返嚟你自己嘅身體，收返嚟此時此刻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感受下你嘅身體，感受下支撐住你身體嘅物件嘅觸感。呢個接觸面係你當下穩定存在嘅提醒。喺呢個為你自己創造嘅寧靜入面，你無需要做任何嘢，只需要允許你自己如實咁喺呢一度，喺呢一度，你係安全嘅。而家想象一下，你溫柔嘅覺察，就好似一束柔和嘅光線，
照向你嘅身體，或者喺聽到一啲令人難過嘅消息之後，你嘅身體入面積壓咗一啲感受，佢可能係沉重、繃緊、悲痛，又或者可能會有啲麻木。我哋唔需要去確認佢係一個點樣嘅感受，都唔需要去分析佢，只需要去感覺佢存在喺你身體邊一個部位，然後將你嘅呼吸溫柔咁帶去嗰個部位，吸氣嘅時候，容許你嘅氣息輕輕咁圍繞嗰個身體部位。呼氣嘅時候，等嗰個部位喺氣息之中微微咁變得鬆軟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喺心入邊同自己講，我感覺到身體入面嘅感受，我喺呢度陪伴佢。當我哋面對外界嘅苦難嘅時候，內心可能會忍唔住泛起好多唔同嘅情緒，呢啲都係人性最自然嘅反應。無論係悲傷、恐懼，亦還是無力，又或者係其他複雜嘅感受，我哋都允許佢嘅存在。而家想象一下，你嘅內心係一個無限寬廣嘅天空，而呢啲情緒就好似天空入面飄過嘅雲朵。
你唔需要推開呢啲雲朵，都唔需要捉緊佢唔放。想象你自己就係嗰一片天空，允許呢啲雲朵喺度。望住呢啲雲朵，然後同佢輕輕咁講聲：我見到你，你喺呢一度係被允許嘅，我有足夠嘅空間容納你。等你嘅情緒喺你嘅覺知入面，保持佢本來嘅樣貌，自然而然咁流動。而家等我哋喺變動嘅外界之中，尋找一個內在穩定嘅支點，將全部嘅注意力溫柔咁帶返去你嘅呼吸上面。感受氣息自然咁進入你嘅身體，再自然咁離開，唔需要控制佢，只需要跟隨佢自然嘅節奏。吸氣，感受身體嘅微微擴張；呼氣，感受身心嘅放鬆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每一次呼吸都係一次回歸當下嘅機會，都係一次對自己溫柔嘅確認。喺呢個由呼吸構成嘅港灣入面，你係穩定嘅，你係被支撐住嘅。而家請將一隻手輕輕咁放喺你嘅心口，感受一下由掌心傳嚟嘅溫暖。呢個係對自己最直接嘅慈悲同埋善意。將呢份由內而生嘅溫暖，首先送畀自己。願我善待自己，
願我給予自己時間同埋耐心，願我平安。跟住將呢份溫暖嘅意念擴展起嚟，送畀其他正在經歷苦難、感到悲痛嘅人。願所有受傷嘅心靈得到慰藉。願所有需要幫助嘅人得到支持。願平安同埋寧靜喺人嘅心入面扎根。我哋冇辦法掌控外界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喺內心種下慈悲同埋平靜嘅種子。呢份內在嘅力量既真實又強大。而家慢慢咁將覺察力再次帶返去你嘅身體，帶返腳踏實地嘅感覺，帶返手指輕微嘅觸感。帶住喺呢段冥想入面獲得嘅寧靜同埋內在力量，知道你自己係可以隨時再返嚟呢一個空間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開始輕輕咁活動你嘅手指同埋腳趾，用你自己嘅節奏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睜開你嘅眼睛。歡迎返嚟，此時此刻。